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咱台南市呢，因为开发了比较早，所以呢，咱有真侪圆环。而且咱的圆环哦，不只具有交通的功能，而且呢嘛具有历史文化意义。但是呢，随着时代变迁，现在是哦，咱满街仔路呢，拢是汽车，也阁有机车，所以大家就会想讲吼，咱圆环吼，这个交通遐尔复杂，敢会产生危险呢？所以今仔日呢，咱就特别邀请到几位来宾哦，甲咱做伙来关心讲，到底应该安怎做，才会当使得咱的圆环会当保持着咱的历史文化意义，同时呢，阁兼顾着咱的交通安全。好，咱今麦节目一开始吼，先来为大家介绍今日到节目当中的贵宾。那首先要来欢迎的是咱台南市政府交通局王明德局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局长王明德。欢迎。介绍的来这位是咱成功大学建筑系的名誉教授傅朝清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台南市人本交通促进协会的林永轩理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人本交通促进协会理事林永轩。欢迎。接下来这位是台南市议会的陈怡贞议员。主持人以及咱所有市民新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区中西区市员陈怡贞。好，另外一位我们也欢迎曾之杰议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区市议员曾之杰。好，那我们欢迎5位来宾哈。那第一直播一开始呢，我在想讲哈，要来请教哈，咱现场5位来宾啦哈，对讲咱讲到圆环哈，你们会想到什么？圆环对你们来讲的意义是什么？像讲啊，对我来讲哈，我自细汉哈，伫咱台南市大汉嘛，所以呢，我逐工吼，迄阵要去读册。哦，如果经过圆环，而且不止经过一个哈，然后就是好多个圆环这样子，然后回家的时候也是经过圆环，到现在呢上班了哦，我开始上班以后也是每天都是进出啦、出去啦、回来都是圆环，所以就有人说呢，出去也是圆，回家也是圆，所以代表呢，其实它象征意义就是圆圆满满，是很好啦。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可能就是说啊，那你3线几挂工，车哈你多哦，人哈你多啊，当然都有一挂交通问题3线哈。但是其实呢，对我来讲，圆环还是一个很圆满、一个很棒的哇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回忆哈。那也是现在其实要去面对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也想要听听看哈，咱在场来宾哈，对你来讲呢，这圆环到底代表什么？来，局长。谢谢主持人。我想主持人讲得很好哈，因为台南市的都市发展早，所以在这个早期的都市计划里面，当然为了兼顾都市的景观哈，所以在路口的处理设了很多的圆环。那我想这些圆环留到现在，其实当然有它原来的历史意义的存在。对。不过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哈，就是随着城市的进步台南市已经是直辖市，县市合并之后，那当然这10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南科或者是这个沙仑园区的发展，导致我们市区的车辆越来越多汽车、机车的量已经跟10年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我想。对于交通问题的处理上面，圆环它这个因为车流量的增加，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调整，或是做一些这个修正？我想这个是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哈，我们台南市交通局在这个圆环的一些政策或者是一些交通管制行为上的一些处理。那也跟各位市民朋友来说明，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对于交通管理而言呢，我如果到了路口不设红绿灯，它的冲突点会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在早期也为了要兼顾效率，不设红绿灯，就用圆环让这个车流来做相关的简化。那不过随着车流量的增加，就纯我刚刚讲的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台南市圆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现象，譬如说我们有2层，我们有快慢车道，像汤德章圆环，它就是内侧是快车道，外侧是慢车道。对。那因为要让汽车跟机车做分流，所以才会在路口设的号志。我们的轮放是以汽车绕环是一种时项，那机车绕环是一种时项。我想这都是为了要避免我们刚刚提到的，虽然圆环有简化车流的效果，可是它会有频繁的出环跟入环的动作。那所以我们在汽车跟机车的交织冲突上就会更严重，尤其是我们机车很习惯会骑在最外侧因为可能有很多比较慢速的老人家骑着机车，所以
会造成很多冲突点这个直行的机车要往前进继续绕环的机车跟要出环的汽车相关的冲突，所以我想圆环的这个改进或者是它的管理方式的改变，都是随着时代的改变来做一些调整啊。那当然。调整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安全啊，我们这个一定是兼顾用户的安全跟行车的效率上来做处理啊。那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这一两年我们处理了这个后甲圆环跟这个西门圆环，这两个圆环其实它不算是，其实它不再是一个圆环了，它是一个十字路口穿过的形式，是早期它是圆环。我问了公务局说西门圆环早期确实是圆环，那当然因为大家要把这个行驶的效率增加，所以就在圆环中间开了十字路口，那它也是一个圆环的这个道路的形式还留着，所以早期当然还是我刚刚提到的汽机车分流的概念，所以强迫机车只能走外环，汽车可以走可以直走这样，所以我想后甲圆环是一样，所以我提到的就是说在这个机车的使用在台南市民这么频繁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做了一些管制方式的调整，我们让机车可以直行入环。那我想这个对于我们刚刚提到的汽机车交织的冲突，其实可以改善非常多。那我想也获得很多市民朋友的这个回响啦。当然一开始大家一定会不习惯，对啊，不习惯。可是为了要让汽车、机车甚至行人因为我们早期机车是一定要绕环，所以有允许机车可以红灯右转，可是这个对于机车跟行人的冲突就非常严重。我想，所以随着这个交通环境的改变对于圆环的管制方式，其实会随着加以调整。那当然目的当然是为了要安全的提升。是，谢谢局长。哇，不愧是局长啦哈。所以讲到说，对圆环有什么感想？怎么讲呢？全部都是怎么改善我们圆环的交通啊？好，局长很不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教副教。那副教授，你本身啊，就是对于建筑还有我们的文化资产的保存非常有研究，然后也大力在推动的啦哈。所以你来讲圆环的话，你会认为说圆环是一个很珍贵的资产吗？基本上圆环除了交通之外，其实对于台南市民来讲，我想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那因为我自细汉就住伫台南市60几栋啊，所以圆环啊对咱来讲，唔是干那骑车、赛车的所在。我会记得我细汉迄阵定定头走入即马叫做汤德章这个圆环啦，以前叫石乡啦。对，石乡。要有水池啊，阮定头走入遐掠鱼啊啦，所以那个已经是变成这个小孩子。其实我小时候也有跑去玩，但是我没有去抓鱼这次较乖啦，我这个查某囡去掠鱼啊。另外就是讲，因为阮住伫附近尔嘛，所以比如讲东门圆环，迄阵内底是有小吃，所以入去东门圆环内底食小吃、食鱼丸汤、食米糕、食那个肉丸，这是拢一种很好的记忆啦。是，所以圆环其实你世界各国，它每一个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其实不太一样，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状况。当然，作者媒体朋友也是。咱的咧带导游的定拢会讲，台南市这个圆环是巴洛克时期的产物。我想我用这个时间稍微纠正一下。其实咱即马看到的圆环，拢是差不多19世纪中到出现伫西方。所以伊是因为要解决都市的交通，所产生的一种设施。是。所以伫国外。圆环其实是一个现代城市的象征。你这个圆环出现，就表示讲你这个圆环，你这个规个世界内底是一种潮流，然后它代表是一个咱这个都市已经迈入一个现代都市的层级，不是较早迄款，所以这意义无啥共款。当然，伊的思想是来自于17世纪的巴洛克那种节点。但是今嘛咱看圆环，拢是19世纪以后才出现。是好，我们谢谢傅老师对他来讲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回忆，然后也有一些文化历史的意义啦好，那林理事你呢？
其实我是从宜兰、台北那边过来的新住民。哦，新住民是。对。那我老婆当初第一次到台南跟她约会，大概是10年前的事情。那因为她家是在关帝庙那边，所以我们对后甲圆环是非常熟悉。对，那每次只要出门就一定几乎都会经过后甲圆环。那当然，因为我是就是最近才来的，所以我们也会觉得那边好像比较乱，但是就会觉得其实台南蛮可惜的，就有很多丰富的人文，但是就因为交通的关系，其实有些人会觉得有点，就是有些扣分啊。那我觉得这是有很大进步空间在这边，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加强的地方。对，哇，虽然是外县市来的，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很多外县市朋友到台南啊，看到我们的圆环都不知道怎么走？你刚开始来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这个交通不太好走啊？对啊，会很明显，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家会是这样子走？那我们到底要看红灯还是要看绿灯？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是哦，嘿，好，所以大家看我们台南人就是很厉害，我们这一点就比人家强，对不对？我们看到圆环自动会知道怎么走。好，来，那怡珍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北区、中西区你的选区嘛，刚好是我们圆环最多的地方，对不对？是，其实中西区有非常多的圆环啊。那其实我自己从小是在台南土生土长啊，跟我们主持人一样哈。其实在，我想我们这一生绕过多少圆环哈，其实真的算不出来了啦哈。那我想从小我们不管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在念这个台南女中的时候，我都会从我家那骑着脚踏车，然后绕过圆环，然后走南门路，然后去到学校，走建业街去学校。那每天的车程17分钟，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哦。那就是我们一个从小的一个记忆哦。那包括其实小时候也爸爸妈妈也都骑着摩托车哈，因为其实刚才副教授有说，其实这个很多圆环周边都是我们很多小吃集散的地方哈。西门圆环啦等等哦，其实东北圆环等等，其实周边都很多小吃哦，所以那个都是我们从小的记忆哦。那当然到现在哦，其实我想我即便是我们台南人呐哈，其实也都常常搞不清楚这个圆环要怎么走啦哈。那其实也常常在这个圆环会觉得有很混乱的状况哈，因为这个车流让大家有点这个晕头转向，所以我想。怎么改，怎么行驶才安全呢？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在台南哈，每天不知道绕几个圈的台南人都要参与的课题。对，没错。好，那之前呢？副教授在讲的时候，我很注意听哈，因为我今天要来上节目之前，我有上网稍微去搜寻一下。就是说，在历史记载上，我们台南市之所以有这类的圆环设计，其实是最早是从法国巴黎的凯旋门引进的。那我记得在去年的理事会，我也曾经提出来，就是说法国凯旋门他们虽然是一个圆环，但是它除了交通功能的疏散以外呢，它其实也成为一个景点。对。那我是东区的市议员，那其实在我们东区我们就有4个圆环，包括东门圆环、东门城圆环。后甲圆环，还有火车站站前圆环。那其实我记忆最深的，离我最近的是，因为我们从我阿祖到爷爷到我爸爸他们那一代，我们家族都是在东门城圆环长大的。那东门城圆环那边，它其实有一个城门。那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觉得文资处应该跟交通局还有我们市政府这边要来好好把这个东门城圆环来做一个。算是保留，然后再把它发挥，让更多人来到我们台南府城，在这个行驶圆环以外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府城这个文化底蕴的这个深厚。那其实圆环呢，其实进去之后呢，入了环之后，有时候要从最里面切到最外面呢，其实也是眼睛好像2只是不够用的，好像前后左右都要装满雷达，才可以安全的出环。那从环外面要入到里面呢，感觉身上眼睛也是要够多，才可以安全的到里面。那其实回归到这个交通的这个冲突点哦，因为我记得王局长曾经也在议会跟我讲过，其实是习惯的养成。那我觉得目前看到的比较多是检举或是开罚。那检举跟开罚其实也是要导向让市民朋友对于这个交通的冲突或交通的问题的产生、交通事故的产生来减少。但是如果习惯养成呢，能够很落实的去推动的话呢，我觉得对于台南市民朋友都是一件好事，也比较可以减少民怨啦。那圆环对我来讲，就是希望它可以透过圆环，我们把东门城，例如我东区的东门城圆环，把它做一个城门的这个维护，那甚至可以再多一点装点。那我觉得它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那除了这一点以外呢，大家在
来到我们台南市以外呢，一定都会遇到圆环嘛。像刚刚怡珍议员就有说，他们北区、中西区有很多的圆环，那我们东区就有4个圆环，那其他区域也是都有圆环。那希望外地的这个朋友到我们台南市来这个旅行的时候呢，行驶到这个圆环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我们台南市府城的文化底蕴之外呢，希望交通也是可以顺畅的。那所以我觉得。这对于交通的习惯养成是非常重要的。是。好，所以呢，我们听这个来宾所讲的了后，大家会当发现讲，其实大家拢真介意这个圆环呐。但是呢，对着讲这个交通咱可能会想讲，安怎甲改善好较好的会当保留着咱的圆环历史文化的意义，然后另外一方面咱的交通更顺畅、更安全这是非常重要。好，针对今天的主题我们特别还出动了空拍机去拍了一个圆环的VCR，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一段。来到圆环，定好真侪沿路人感觉蹦蹦渺渺，到底要行倒一个车道？红灯该当正弯，要行内车道，迄个是外车道，送要优先行。那圆环改造了后，设计当直行，要正弯倒弯，又按爱先细外宽，尤其倒弯爱细3/4连，拢互汽车驾驶人啥拢无。圆环是古都台南早期发展的道路规划特色，为了汇集各主要干道车流的交通重要中心，随着时代变迁，车流不断增加。地港圆环成为台南市区事故比率偏高的地点，所以圆环究竟够需要改造？如何改造，一直成为各界关心的焦点。112年，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参考欧美现代圆环设计，完成桂林圆环交通动线的改造工作。对过路人会当公平享有路权为出发点。透过道路重新设计，分配人行、车行空间，提升圆环整体交通安全。而且，桂林圆环内交通事故发生率加受伤人数下降35%，也是台南市辖内首次圆环大改变的示范案例。113年9月，交通局启动台南火车站头前的圆环改造，预计到3亿8千万来改善交通。有志透过动线的简化，改善过去圆环容易冲突的复杂车流。更重要是打造行人会当亲近的广场，并且整合接送、公车停靠、客运车排班等区域功能。具备人本、力能、影响加平权等城市发展的指标意义。根据交通局统计，台南市总共15个圆环，目前已经完成改造圆环，却犹原是少数。未来感受更较侪圆环第2改造名单，各界相当的重视。究竟台南圆环是城市文化特色，还是移动卖讲？圆环如何改造？未来感受保留圆环文化特色，或是车道局部重新维设来疏解交通，避免沦为移动卖讲的选择，值得大家共同关心。好，咱拄则看电影片可能咱民众会想讲我大概咧开车啦、骑车的时候，拢足紧张的，搞迄圆环就开始紧张起来。但是呢，咱透过这个空拍机看落去，大家是不是觉得说我们的圆环真的很漂亮？其实真的很漂亮啦但是在下面开车、骑车的人可能会紧张好，那我们现在来请教交通局长有听咱知影讲，今嘛呢，足侪咱的圆环都已经用这个交通号志来管控嘛控制它的交通。但是可能足侪民众嘛是会抱怨讲，毋过迄号志我看无啊，也是讲汽车、机车安尼做伙徛有够恐怖的啦，我都唔知要哪徛。所以针对这些部分，交通局是不是有什么改善的计划？是谢谢主持人。我想，对于圆环的这个使用，其实很多可能大家会听到很多网络上的争议，就是说，它如果设号志下去，它就不成为一个圆环。其实从国外的案例，其实还是有很多。圆环它其实会用号志来控制那我想，比如说我刚刚举的例子，汤德章圆环那它因为要把汽车跟机车分流所以它是
用号志来分开轮流放行。我想这个是在台南市比较特有的机车这么大量的使用习惯之下，我觉得让行车有序跟安全提升上，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做法。那我想市民朋友其实也是对我有感觉，那个路口那个圆环就比较好开。是其实也实施很多年了，我想市民朋友应该都很习惯哈。那当然外地人一进来，我们看到很多汽车啦，他就会开到这个外环去哈。那我想也很多人倡议就是说不应该把汽车跟机车分开，要把那个分隔岛拆掉哦。所以不是不能拆，拆完之后就会是我刚一开始提到的，机车跟汽车就会很复杂的出环跟绕环的这个交织的行为。就更危险，尤其是机车的量这么大，量这么大，搞不好那个汽车可能没有办法出环，因为可能太多的这个都旁边机车一直绕，然后都开不出去这样。汽车，所以我想这个是台湾各大城市这个机车使用量跟汽车混流这个大家都是很首要来解决的问题。那另外是我刚才也提到说，这个我们西门圆环跟这个后甲圆环其实过去就是把机车逼到外圈去走所以可是也是随着机车的这个使用习惯的这个大家的养成或者是量的增加，其实经过评估让它直行绕环，其实冲突点也可以减少，而且对于这个跟行人的交织也可以做一些保障。所以我想我们都希望经过调整，可以让这个汽机车的混流的行车的习惯可以更安全。那其实我刚刚提到的，并不是所有圆环都有号志啦，我们台南市也是有很多圆环没有号志，像刚刚影片也有提到这个归仁圆环那我想我们归仁圆环的改造的主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是原来还是有留着机脉优先道在最外侧那它的问题会是什么？会是机车就会习惯的行驶在最外侧，那当汽车要出环的时候，你会造成汽车跟机车的冲突点我想这也是我们经过事故调查，在归仁圆环比较常发生事故的地方。所以为了要让这个入环跟出环的车流能够更顺畅，其实我们做了几件事我们首先把机脉优先道取消，那我们把它变成都是混合车道所以变成是汽车跟机车应该在同一个车道行驶，而且要遵守圆环行驶的规则，就是入环的车辆要礼让在环内行驶的车辆。如果你要在环内的话，外侧要礼让内侧内侧可以先行驶，它打方向灯之后，它要出环，外侧车道要礼让内侧车道。我想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改造，那也把正常的圆环的使用行为把它加进来。那我想经过我们的观察其实只要你的标线画得好，那市民朋友大家都很直觉的会知道在这个车道上怎么行驶啦。那透过事故数据的这个收集，它其实确实我们这个圆环冲突汽机车冲突的这个事故的数量是有降低的就有降低了。是，我想我们会透过陆续这样的改造让台南市的圆环能够这个更加的安全其实正如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圆环这么多种，那当然我们希望尽量趋向一致的行驶的习惯，在号志跟标线上的设置。那不过它还是要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的圆环有号志或是没号志的来做不同的策略的改善。对啦，无唔对啦，局长讲的就是讲，咱台南市遐尼侪圆环，大家圆环的状况都无共，你若拢该用做相共的话，无一定适合当地的啦也许你那样子做，可能车祸或者是事故会比较多那交通局都是有经过去评估跟调查，然后发现最好的方法要这样进行改善。是，好，咱这耍的来请教我们的历史文化资产保存的专家，我们的副教授，你认为讲当然那个圆环好好保存的来是非常好大家应该嘛拢赞成。但是重点就是讲，如果呢面临着交通有问题的时阵，是不是需要做改则？那改则的条件是什么？傅老师？我想21世纪的都市对过去的一寡设施改善或改造，应该是拢不可避免的事情。当然，台南区这些圆环，哪一个要改造，哪一个要优先改造，我想这大家会当来讨论。对我来讲其实这个圆环的意义，虽然我头拄仔讲过，除了交通以外，还佫有其他的部分。对。但是我用一个使用者啦，我大家拢会经过圆环来讲，
当然我的看法可能有的跟咱这咧做的方案无啥相共，就是讲到底交通号志要不要啊？然后要不要那么多？这大家当来考虑。当然这牵涉到咱塞车还是开车的这个习惯。我会记得我伫国外咧咧考驾驶执照的时候，一点就是讲，你永远要让你左边的车线，你永远和你的，不管你行里对，你的延缓的交通，永远让你的左边先的对，这样子大家有这个概念之后，其实它会很顺，它会非常的顺。但是，咱其实足多人无这个概念嘛，拢去拢要抢第一个，所以有迄个冲突的。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在特别是台湾区的考驾驶执照的时候，可以把圆环这个部分放上去，让大家清楚这件事情。那至于要不要改造，我刚刚一个，对我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其实圆环应该让人进去的可能性要增加，让人入去内底。头拄咱郑议员有咧讲巴黎的凯旋门，巴黎的凯旋门其实是12条路呢。12条路，人会当入去，而且伊的圆环完全没有划分线道，就是好互你家己一个去驶安尼，但是真少出代志。咱为了电脑会出代志，所以那个就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所以我是希望说，像有几个圆环能够让它变成市民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子的话，那个圆环的特色才会呈现出来，就是不是完全考量交通，而且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圆形的绿地、圆形的开放空间，那让市民有机会进去。国外几乎所有的好的圆环，老百姓都可以到里面去活动。我想这个是如果要改造，我们就要以人为主的思考要多一点。好，那副教授在讲的同时，我看到交通局长一直添讨，我们等大家讲完再一起来，请你综合回答。其实我觉得副教授讲这样子真的蛮棒的，因为以前我小时候我们都刚副教授有讲嘛，我们都会跑到汤德章纪念公园里面那边去玩，甚至去抓鱼之类，是副教授抓不是我。然后我们会觉得说，这样子可以亲近，那其实呢又多了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去亲近这个城市，现在这样子这么危险，根本进不去嘛，好，那我们芝姐刚刚有讲到那个法国的一个案例嘛，那其实对我们台南市，那就您是东区的话，您来讲就是说，目前你们看到啊，就像你们那边有4个嘛，4个圆环，目的是什么款的问题？其实我们有4个圆环我再重复一次就是有东门圆环、东门城圆环，还有后甲圆环，以及这个车站站前圆环。那其实刚刚教授有跟我一起提到，就是说希望这个圆环可以跟我们人的生活一起结合在一起。是。那其实这个我觉得常常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们台南市真的局长跟他们部门交通局真的很试着要去让这个台南的交通变得更顺畅，冲突点越少越好。但是其实我觉得回归到这个根本的地方这个习惯养成很重要。对，因为教授刚刚有讲到说他在国外考驾照，那大家都是同一个概念嘛，习惯就是要先让左边的车为优先行驶嘛。那我以前是生活在澳洲的雪梨，那我们是右驾，所以我们照理讲就是要让给右边的车先行驶。所以在雪梨的生活住宅区里面会有很多的，他们讲 roundabout 就是小圆环。那到了小圆环之后呢，就一定要先让，到了路口你就是要先停，这是他们的交通习惯，你就是要先停。停了之后呢，就是右边有车，就是先让右边的车辆先行。那所以我曾经也在议会提过，就是说我们台南市在考这个驾照的时候，我们都很着重在这个路考。其实我觉得笔试很重要，因为有很多交通规则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可能收到了罚单，或者是因为现在做议员了，处理很多的这个罚单的这个案件，才发现说原来双黄线不能回转，原来什么什么，听起来你们觉得好像这本来就应该知道了，但是我要在这边再讲一次，这样很多市民朋友是不知道的，所以我觉得忘记啦。对，所以我觉得笔试很重要，笔试跟路考是一样重要的，因为好像大家对笔试就是考
分数只要有及格就过了哈，然后可以开在路上，可以停车，知道怎么转弯，怎么开就可以了，所以常常会不小心触罚。而且大家的这种交通习惯不好的一点是我们很喜欢抢快，是没有礼让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可惜。那圆环的设计当初就是想要这个交通分流，那当初的设计让时间经过这么久了，那车流量也增加了好几百倍了哦，所以应该现在要做一个很通盘，我常常讲，就是做什么改善都是要通盘，绝对不能是平行的。因为如果你通盘，在整个周遭，到了这个后甲圆环，我们所要面临的问题是哪些？像刚刚局长有讲到，他觉得后甲圆环去重新规划之后，他觉得不错，但是我们服务处这边也有收到很多负面的评价。但是我通常都会蛮支持市政府他们专业的规划，所以我们也是尽量去辅导市民朋友来了解，现在新法上路了是怎么一回事。对，那我觉得在我东区，在我的区域内，我觉得最乱的应该是东门城圆环，因为那边很挤，然后呢。出了圆环，主要东门城圆环主要出去的主要道路是东门路，要往东门路的那一条路，差不多100公尺就有一个红绿灯了，对，所以会常常塞在圆环，大家在圆环都塞住了。对，那所以我觉得圆环到底要不要这个交通号志？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每个圆环都要有不同的规划设计。那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老话一句，大家的交通习惯养成是很重要的。如果就是我们交通局每一次的新法如果有上路的话，我觉得这个邻里之间的宣传呢很重要，我觉得很重要，要多点耐心，可能宣导时间要够久，要不然我觉得像长辈他们不像我们年轻人，手机拿的随时那个网络的讯息我们都很快接收到，那长辈其实他们接受到讯息资讯会比较慢。对，那再来刚刚教授也有提到说法国的凯旋门，那法国凯旋门它非常成功，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交通的要道以外呢，它也为法国巴黎带来很大的观光人潮，所以它一年就有170几万的这个观光人潮进到这个法国凯旋门。那它的交通事故又很少，人家在地上也没画什么线，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等一下我们都可以好好来探讨一下。这样子是好，谢谢芝姐的建议。然后那怡珍呢？我想其实对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台南，大家都会觉得说圆环就是很混乱、很危险哦。那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在台南，有时候也常常都不知道说，到底要怎么走才安全啦。那其实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台南最近这个统计出来的10大危险路口里面其实有2个就是圆环，就是位在我们刚才芝姐说的这个东门城圆环还有这个中西区西门路府前路口的这个圆环其实这2个圆环就是在10大危险路口里面就占了2个所以表示说这个大家觉得这个圆环很危险其实以这个数字来看是不谋而合那当然我们看到说刚才我们芝姐这个东区有4个圆环了，那我们感觉中西区圆环应该很多，因为我每天周边转来转去，就算起来其实跟东区应该是一样的啦就是我们有西门圆环、小西门圆环，还有刚才大家在讨论的汤德章纪念公园这个圆环，还有这个火车站前的这个圆环那其实这个汤德章纪念公园前面这个圆环其实就是大家会特别觉得这个走起来会晕头转向，而且特别是像是一个迷宫，因为它总共是一个7叉的路口。那当然在这个7叉路口里面，用圆环来做一个交通枢纽，应该是一个很实际的方式不过就如同刚才局长也有提到，因为它刚区分了这个内侧的汽车道跟外侧的机车道，所以让它存在很多潜在的冲突点所以让大家觉得这个圆环行驶起来特别的危险，会交织的状况特别多。那但是怎么改怎么行驶才安全那其实我想圆环的设计其实都是为了要梳理我们复杂的这个市区交通啦那其实不管是在荷兰啊、德国一些先进国家，那包括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凯旋门等等其实都是用这个圆环来梳理交通，然后达到让车辆减速，然后增加行人跟自行车安全的这个目的其实圆环当时设这个目的是这样但是
台南的圆环为什么这么乱哈？那其实就是因为大家会觉得没有统一的设计啦哈，有些是内外环，那有些可以直行，有些进出环的方式五花八门哦。那如果简化标准化圆环的设计，那可以让用路人更清楚，也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提到的哦，行人的部分的安全很重要，所以我们也建议说，其实也可以参考这个荷兰式圆环的设计哈，因为也很多国家都在参考荷兰式的圆环。那荷兰式圆环有几个特点，也是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那典型就是单线道，那比较大车流的地方会用多线道，但是会用这个提前分流的状况哦。那圆环的出入口可以清楚看到行人、自行车，而且用地面三角形的标示来说明优先通行的方向。那通常车辆会让行人优先，但是有特别的状况也会去考量，要求让自行车或车辆优先。那这个会有些因地制宜的一些规划啦。那减少耗资的使用大家讲耗资到底会真的比较安全吗？所以减少耗资的使用也是荷兰式圆环的一个特点那典型的圆环是没有耗资的那提高这个车流的顺畅。那车流多的圆环会提前会让这个行人跟自行车用按钮的方式来控制红灯那我想这就是荷兰式圆环典型的单线道的一个做法。那我想，其实怎么改、怎么行驶的安全，其实是真的是大家都要集思广益啦不管是透过民间的团体还有地方的意见，还有市政府，我想各单位大家一起集思广益让我们的圆环能够更加安全，而且真的能够提升以这个行人为本的这个概念，我想这非常重要的。对，这真的非常重要那讲到这个以行人为本我们当然要请教我们的人本促进会的来理事，你的看法？其实我们人本的精神不是只有行人不是专注在行人上面，是我们希望是所有的用路人都可以公平的使用这个道路，而且要安全的使用。那对于圆环，其实刚刚局长有提到说，因为机车很多，然后汽机车可能要分开会比较安全。但是在最近，其实台南市有很多路段开始取消进行机车跟让机车直接左转这件事情，也有数据显示说已经有逐步在下降事故就比较下降。所以其实只要有好的环境，让汽机车两个可以一起使用，然后大家一起互相理解，其实它是这两种运具它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那它也可以安全的使用道路。所以对于汤德章圆环要不要两边分开，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考虑让它合在一起。但是合在一起的前提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的告诉汽机车驾驶说，我们进去圆环之后，我们是要一起使用这个圆环。那我们在哪一个车道要去哪一个方向，也应该要提前跟驾驶讲。那比如说我们要往中山路，要往青年路，那哪一个要走内侧，哪一个要走外侧，其实这个是可以参考国外的规划，然后提前设计好。所以我们只要在进圆环之前，比如说100公尺或200公尺，我们已经挑好车道了。那我们到出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里面这一条要出去，我们外面也一定要出去。那其实它的冲突就会减少非常的多。对，那这些在国外他们都有非常完整的圆环的规则可以依循。只是台湾的规则是比较松散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们台南是可以先当领头羊，然后如果可以把汤德章圆环给设计出全台湾唯一是可以参照国外先进的圆环，而且大幅的降低车辆的拥塞，然后也降低了事故率。其实，在圆环的事故通常是比较轻微的 A3，因为它不见得会造成受伤因为都是车辆擦撞比较多。那如果连 A3 都可以降低的话，我觉得台南人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圆环是最安全的圆环。对我们也希望交通局这边可以往这个方向前进这样。是好，我们谢谢我们现场有4位来宾都提供了蛮多很好的建议而且很多都觉得说，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国外一些很成功的案例。好，那除了在场4位来宾的意见以外，那么来听看讲咱的民众对的咱的这个圆环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来听听看民众怎么讲。我觉得在林森路、开元路，还有接近南园路、北园街、南园街这一带，它的十字路口并不是很对称。我觉得对于骑车来讲，还算蛮危险的一个地方。对于老台南人来讲，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交通枢纽啦。那可是对于开车或骑车的新手，或者是对于外地来的游客，相对的会有一点挑战。我觉得目前就是让它存在就好了啦，我们就觉得很习惯了。对，火车站前面的圆环很危险，常常要
转的时候都会觉得后面好多车，所以我都会那边找个地方先待转，然后没有车再赶快过去。就是圆环要转成功路那边，我都觉得很可怕。规划好摩托车跟汽车还有人行道要走的位置，只要不要互相冲突，我觉得应该都可以。中正路接中山路那个文学馆那个圆环车最多，就是摩托车要直行又有要右转的，就是我觉得要很小心很慢的骑，然后要注意有没有人要切出去，很可怕。大家应该是红绿灯控管好，跟大家按照标线走好吧。那这边圆环对台南人这样骑起来怎么样？我觉得不安全，不安全，对吧？怎么说啊？因为交汇的地方太多了，汽车要出来跟机车会冲突到，然后那一边要进圆环的地方，给机车预留空间又不够，然后汽车要出来又只能跟机车叠在那个路线会叠在一起，就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出入这样。就是如果以圆环的话，圆环你骑起来觉得怎么样？骑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在这边活出入哈，所以觉得还好啦。那圆环要改善的话，觉得还是蛮困难的。对对，因为它是辐射状的道路，你不可能像其他的，像那个修港啊那边或者后甲圆环，它现在可以后甲圆环那边也是可以采取直行的嘛。可是它这边是7条，你说要改成直行很困难啦。圆环类的都蛮危险的吧，东门圆环啊、民生绿园啊这些圆环类型的，其实我觉得都算蛮危险的。像目前也做不了什么大概可能要么就全部打掉重建吧，变成是直向式的，可能是会比较好一点。它的号志的设计上比较没有那么的直接明确，然后再加上很长就是汽机车会争相，就是一起在道路上面的使用上有点复杂。对，然后会争道，然后再加上如果又有脚踏车的话，那可能危险度又更提高了。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以居民或以民众的安全为优先考量，我觉得都是没有说要反对的立场，但是还是要营造以人为本的交通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好，咱拄则看到吼，是咱的记者呢随机出去吼，咱的街路吼，来访问咱的民众。即摆民众拢做到表达吼，其实伊嘛是拢有法度来体谅着讲，即摆可能要改善大家拢感觉有困难度，但是嘛是有看到吼一寡改善的成果啦吼。当然，如果咱的观众朋友吼，你还有其他意见想要欢迎，你当欢迎咱制作单位或者是欢迎交通局，这个都可以作为一个讨论以后的一个参考啦吼。好，那局长针对刚才4位来宾跟我们街访民众呢，因的讲法，你是不是综合回答一下？是，我想各位市民朋友，其实真的说出了用路人的这个感受跟心声哦。那我想刚刚芝姐议员提到的，还有刚刚傅老师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大家对于圆环行驶的这个行为的教育哦，其实都觉得非常重要。那也跟大家报告当然。交通安全教育也是我们在推动道安工作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对。那可是呢这样的工作需要从小扎根，也需要一些时间的这个累积啦哈。那不过我其实我都正面看待这件事情。这个我们市民朋友其实都会觉得它很复杂。很混乱等等，这其实都是好事。那表示什么？表示圆环的使用确实大家觉得到了圆环必须要更加的注意，对，必须要更加的注意。那这也是圆环设置的主要目的了。那刚刚傅老师跟芝姐都有提到国外其实圆环的设计是非常常见的这个道路的使用的设施。那在台湾。因为尤其是在台南市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机车的车流非常的多，对，所以在汽车跟机车混流的情况之下，不得已，比如说大家刚刚提到的这个汤德章圆环，很多人建议它应该不要有号志，可是很多人又提到说，汽车跟机车争道，对啊，这也就是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把汽车跟机车分开了，应该。不会有所谓争道的这个问题，所以才会用号志来轮放，是一些时间给汽车走，一些时间给机车走。其实它是一个，你可以说它其实也是没有号，因为它其实是让机车跟汽车时间分开而已。那我想不管如何，就是我非常赞同，其实这个交通安全的教育跟
考驾照的这个题目啦，或者是严格度的提升，我想这也是因为我们大安汇报里面有监理所站哦，有中央的监理所站的这个同仁在里面，那我们其实交通部也非常重视这件事。那机车的这个考照哈，大家其实有很多的意见哦。那因为我们现在汽车已经有路考了，那这个机车还没有，所以我想中央单位对于驾照的这个考验的这个提升持续的在努力了哈。那我想这个市民朋友或者是全国的这个观众应该这个来这个循着我们国家对于这个政策的改变来做支持。那其实我刚刚提到了归人圆环，我们在这个影片也有看到。那其实交通局在最近最新的一个改造的圆环，其实是在玉井哦。大家对如果有去过玉井，可以在这个玉井的这个我们戏称它是芒果圆环，因为中间有一个这个玉井的这个芒果的这个是的一个雕塑在里面哦。那不过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原来的哦，它其实不是一个圆环。因为它其实都可以双向通行哦，是。那它造成了很多的路口的交织哦。那我想，经过我们的改造，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真正的圆环来处理。那可以看到，它有点像归人圆环，不过它要更小哦，它要更小。所以，其实国外圆环为什么可以这么的顺畅，跟交通量的大小有关。如果其实交通量不大哦，甚至它没有混流的行为，在国外的机车使用不会这么的发达，所以。圆环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这个道路管制的行驶的方式。那我想大家对于这个圆环的这些建议，我其实来到台南市之后，其实我觉得交通的这个管制或者是交通设施的设立，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它其实应该要随着环境跟随着使用者的习惯来做调整。那我想我们一定会持续的来倾听市民的声音，来做相关的改善。对，所以局长，目前我们15个圆环里面有改造的是几个？几个我没有算过，其实有些圆环没有太大问题。对，比如说就是小改善的康德章圆环，它其实除非我要把号志拿掉可是康德章圆环其实因为号志设立。当初把汽机车分流，其实有它的历史背景。那随着我刚刚提到了车辆的持续增加，尤其是机车行为，在这个时间点要来考虑这件事，也需要更慎重，因为机车的车流量其实并没有变少，而且还是越来越多。对，所以其实讲到圆环哦，要那该折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难的。像局长讲的，你要考虑说，这个地方的环境啊，还有这个人呐，哈，人的这个人行为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针对改造这一点哈，不知道我们在场来宾看法如何？傅老师，基本上那个让交通变得更好这件事情，大概没有人会反对啦。对啊。但是我有一个建议，也可以大家再思考一下，也就是说。我觉得圆环里面的号志可以有，但是不要太多哦，不要太多，因为你每一个红绿灯，你就会让车子停下来。那我举一个例子，西门圆环，较早我在塞车按这个民族路的这一边要到那一边都没有红绿灯，那现在过去要碰到4个红绿灯，4个我才能够过去。是因为它红绿灯的范围不是很长，所以就会一直。等在那边停顿呢，所以如果能够思考出更好的方式，就是说你经过圆环不要多于2个红绿灯，其实也许会交通改善得更好。因为圆环本来就是要让车子一直动一直动，但是我们如果用太多的圆环去把它挡下来，太多的号志去把它挡下来，其实是降低了圆环的这个功能。再过来，虽然。我从台南市民的角度来看啊，虽然我们不太喜欢圆环，可是如果有一天圆环消失了，你又会很怀念圆环。对啊，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不是把圆环拿掉，而是让我们去思考一个更好的方式，让这个城市的特色留下来，那也让我们的交通继续的更顺畅。对，保留它，然后把它发扬的好，然后让交通更安全嘛，对不对？来，怡珍。局长有提到，不管是这个归人圆环或是玉井圆环的这个改造，其实我们有去收集它的事故的数字，真的都有
降低哦，大幅的降低哦。其实表示说这个改造其实以数字来看是成功的、哦。但是我想局长刚刚有提到说，我听他讲起来，觉得汤德章纪念公园好像目前不需要改哦。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跟一般大家普遍的想法会有一些落差哦，因为大家还是觉得在这个圆环行驶上是危险的、是复杂的，而且是被认为是迷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圆环其实还是有可以很多检讨的空间哦。那到底要不要把分隔岛打除？那的确是大家一个会有很多的意见哦，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集思广益哦，不管是透过民间的单位，或者是地方的意见哦，或者是学界啊，或者是市府，我想多方的讨论哦，我觉得怎么样能够让它更加安全哦，因为其实大家普遍对这个圆环还是觉得很危险哦，而且比较混乱，所以我觉得这还可以改造啦。好，那当然我们看到说，不管是还有火车站站前圆环，其实现在也在改造当中，大家也是很期待哦。那其实它未来可能会有这个扩大这个行人的广场啦，然后让对行人更友善，而且会变成双向 U 字形哦。那我觉得大家也很期待这个圆环的改造。那改造之后，除了行人安全让交通更顺畅以外，当然也要提醒市政府，这个整个改造过程哦，真的要加速执行以外，也要让大家减低这个交通的冲突，让这个交通黑暗期可以尽量的缩短哦。我想这个部分也是要提醒市府。是好，那讲到这个问题，当然了就是说，可能我们的改造呢，因为时代一直在变迁，然后可能明年后年啊，也许它需要改造的地方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我们这样的讨论，然后不断给我们的市政府交通局啊一些建议，然后听取了之后觉得可行哈，那我们再来评估来进行改造。来，芝杰，听起来每一个人讲的都还蛮有道理的、哦。其实回到最根本哦，我觉得还是交通习惯的养成啊，就是刚刚局长讲的从小扎根。那对于我们这个新的这个交通政策上路呢，如何去宣导？除了邻里之间长时间的花一些耐心跟爱心的专业宣导以外，其实从小扎根哈，从学校由这个国小小朋友、国中、高中这些小朋友来影响他们或许也会影响到家里的长辈跟一些成年人。我觉得这也是个方法啦。那因为芝姐我是我们台南市土生土长的小孩。那其实对圆环呢，我还是希望就是有特色的圆环，它是得以保留的。那交通在台南市要如何解决，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因为我们的巷弄太多了，那又很错综复杂。那因为我们的这个交通工具哈也非常的复杂，不比国外，国外就是汽车而已嘛，那它也没有什么路边停车的问题，所以他们要规划起来相对会比我们简单多。那你看我们一条路上有机车、汽车，有脚踏车，那有时候也有大货车，什么大家的时间都交杂在一起了，所以规划起来是有难度的。所以还是老话一句，我觉得我们市政府要规划什么，还是希望就是朝向于就是大家各相关局势一定要坐下来好好的通盘，然后把眼界放长远一点，可能20年后、10年后，也不可能说明年不一样了，我们又改了什么？那永远我们还没适应新法，你现在又改了一套，那我觉得这也是蛮乱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通盘的量身定造，大于属于我们台南市府城的这个交通，我觉得我也是很期待的。毕竟我们府城文化的底蕴那么深厚，那很多现在外县市也蛮多人喜欢到我们台南市来这个游玩，那所以我们的交通对于台南市的发展就越来越显得重要了。那其实台南市生活起来是蛮舒服的，我自己也越来越喜欢它。所以今天也借着这个启明新虾来探讨这个圆环交通这个问题，芝姐也要小小的宣导，希望我们行车用路人大家一定要有良好的习惯养成，不要抢快，你多让它个4、5秒哈，真的交通会顺畅许多。这样子。以上是来，那我们林理事，你对于改造的建议呢？我认为不能只有改圆环本身啊，因为它旁边连接的道路也要一起检讨。比如说北门路连接的圆环，北门路它真的需要2个车道吗？那这个是可以去讨论，我认为应该讨论的啦。那再来是交通设计，我认为应该为未来服务，而不是被历史绑架。那我觉得这个在目前台南我们在推行交通改革的时候，很常遇到的地方反对的势力是这个原因。那我们希望交通局在未来改造的时候，可以多纳入民众的想法，
也可以多跟我们讨论这样子。是，哇，确实没错啦吼，就是讲，咱除了讲吼来改则以外，把咱的交通，不管是用标线啊、号志啊，或者是透过什么样的改造，让交通更加顺以外呢，我感觉吼。刚刚还很多来宾讲的都对，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嘛，就是不要抢快嘛，然后也不要酒驾嘛，对不对？你就是遵守交通规则，那其实交通事故就会减少很多了哈。那我们最后呢，每位来宾30秒时间，还有什么话想对观众朋友讲？来，芝姐。就是我觉得城市的发展哦，其实是大家共同来努力的，绝对不是只有市政府的工作。没错，那市政府在发展一些城市的规划的过程中呢，希望是各局处是跨局处的合作，要来通盘做检讨，因为这样才不会产生后续有很多的问题。那大家平行做事的话，没有交集，那我觉得规划出来就是没有以人为本嘛。那以人为本一定要跨局处，那也希望台南市民朋友的这个生活的环境跟品质可以慢慢的提高，那我们也会一起努力。是，真的呢，不是只有交通局，对不对？跨局处都要，还有全体市民都要一起来努力啦哈。好，来，怡珍。我想，如何在这个现有的交通环境当中去提升行人路权哦，然后大家说的教育哦，如何加强这个交通安全的概念哦，然后去实质的提升行人第一的这个素养哦，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根本我想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希望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然后行人更安全。好，来林理事。我们认为好的设计才会引导好的行为，所以在市区有一些比较乱的地方，其实可能是车道真的太宽了，所以有些并行的情况会比较严重。对，那其实高速公路它才有3.75米的宽度，市区道路应该不用比高速公路宽啊。所以我觉得车道的配置在台南市也是一个可以检讨的课题。那剩下的空间可以留给行人去使用，因为我们开路本来就是至少为了基本的汽车需求使用，当它的需求满足之后，应该要把空间让给其他使用的族群使用。是这样子。好，谢谢林理事。好，来傅朝清老师。我想作为一个台南市民我们都期待有一天圆环是大家的，然后交通也非常顺畅那当然这个东西要改造，可能会有一段阵痛期，大家来适应。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好好去想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大家一直强调的遵守交通规则，养成好的习惯，我想圆环会变成都市里面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空间。好，来，最后我们请交通局长。谢谢主持人。我想，经过刚刚跟大家的讨论，其实证明了我们交通局过去在这几年在不管是在改善车流行为，或是改善行人空间的方向是对的，因为我们都非常的谨慎。刚刚很多的这个来宾都有提到，因为它都涉及用路人在路上行为的改变，所以比如说我们这个在去年前年开始推动的2线道的这个道路内侧开放机车跟直接转这件事，我们非常的谨慎。我们透过少数道路的示范，到后来的这个原市区的这个全面的开放，经过数据的验证，所以我想我们会持续的这个非常谨慎，而且做好跟市民朋友沟通以及收集大家的意见的这个状况之下，来逐步的让台南市的这个交通的这个不管是交通的管理，或者是这个交通安全的教育可以做得更好。是，好，谢谢。相信透过咱今仔日的探讨咱的所有观众朋友应该对着咱台南市这么多圆环各位具有什么款的意义对着未来要安怎来进行改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然啦咱这个意见就是爱一直继续来探讨，让咱的环境各有咱这个爱保留的物件会当愈来愈好，愈来愈侪就对啦所以咱今仔日呢嘛非常感谢咱现场5位贵宾到节目当中，谢谢你们。谢谢主持人。是，那么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市民时下直播就伫遮告一段落，咱再会。